上高期间谈谈三七，那回购以后嘛，心情开朗。最近交头啊，我们连续为观众朋友播出与妇女新知部活动的冠军6月下到苏州美食家和我风来了连麦主持的国庆特别节目苏州三七天天乐。这个前2天呢，叫儿子饲养着，那么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反映着。成都呢，讲馒头了，3毛以来讲到多少点？不，今朝你活花样，叫人一种苏州特有的饼，那一道来看看看。那前2天呢，荷兰式大米一袋一袋点心已经吃至4袋载，有甜的，有咸的，还有生煎，还有汤拌，那么今朝啥么子讲？今朝是吃虾，吃大虾？不是个，虾是一个虾是个，叫虾壳王。哦，虾壳王，我不能看啊。那个，3个五像虾壳这个。黄的。蟹壳黄又名千层饼，是苏州的传统特色小吃。虽然名气很响，但是现在真正在卖售蟹壳黄的店铺却不多，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做蟹壳黄要起一层一层的酥，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很多店家都不愿意揽这个麻烦活。因为你不起个熟呢，对那个搿张饼呢，就不一人一人的，那没人来不熟，不熟不就不成为好苦啊。和许多的传统面食相同，蟹壳黄的第一道工序也是和面，但是这面可不是简单一和就行，中间还要放入不少配料。首先放入少许猪油，让蟹壳黄的皮子更加鲜香。接着要放进一些水和食用碱，让蟹壳黄在烤的时候能够发起来。做完皮子，第2道工序叫做起酥。我们吃蟹壳黄的时候都习惯说它很酥很香。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这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所谓鱼酥呢，就是拿鱼打面粉揉了一袋，一点点水也不用的，所以叫起酥。过去辰光来法呢，侪用人工擦的，现在呢，就配比下子面粉打这个鱼呢，可以把它煎盘机里煎，可以爆，所以省脱不少人力。实际上呢，搿质量更加好。啥个比例呢？就是1斤面粉大概6两到7两荤包下去，手鱼当然也可以，但是荤鱼肥，手鱼呢有个鱼腥气的。喜欢手鱼呢，是叫起神，就是拿面头拿个鱼酥摆了当中，那么拿擀面上擀啊，一人比2人，2人比4人，4人比8人，8人比16人，实际上一人一人呢，就是做个4、5次呢，才成功。相当酥的搿一张面皮，还是一只好渴望的一张皮子。看明白了起层的要领，陆艳华决定亲自来试一试。虽然讲本事不好嘛，腔调也像，语声性也不好啊。那先生先我来，让我来试试看。是哪往外头是吧？往一上。哦，一趟呢，就是讲又是一趟菜。那么等下再翻起来，再来一趟呢，才可以做菜，是吧？那么我也是完成这一台工序啊。起完层之后，蟹壳黄最复杂也是最累人的工序也就完成了。接下去就是往这皮子里包馅料。该只是咸的、滋鱼的，那么对你还再葱，叫葱滋鱼的，那么是咸的，一般是大家才欢喜吃的。那么该只是玫瑰的，玫瑰的呢，过去的话好渴望是没的，很少的。那么现在还是创新，还是符合现在一些顾客的需要。对个，还多只品种。那么过去辰光甜的呢，黑芝麻的没的，谁包点白糖？那为啥包黑芝麻呢？包黑芝麻的香。看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蟹壳黄的馅料也是不断推陈出新。但是不管怎样，蟹壳黄的制作方法却始终保持着最传统的工艺。胡老师，那我看你先包猪油是吧？再包葱。那么烧起不生里头，那个葱啊拌了猪油里向面一大拌进去。不吃的，不吃的。你拌进去，个葱要烂脱。这个葱呢，被盐做盐切，是香新鲜。那么现在
猪油包上去，葱包上去，搿猪油前吃拿葱得了，一进吃下去，对面一勾，前吃搿个葱散了，猪油面了。葱猪油，但是气里上还香。哦，不是拌了一道。拌了一道，这个里关猪油关猪油一人，葱关葱一人。对，所以说，苏州人的点心才是还开究。后来我晓得在，那干孩子呢，麻了就再芝麻汁。在芝麻之前，上台为太人么子。哦。你看，太人是黄辣辣的，是蛋粉。哦。擦上蛋粉，蘸上芝麻，这蟹壳黄终于是做好。现在我们把它们放进电烤炉里烤制。谢罗那好看吃卤子啊！哦，那个阿漂亮。哦，漂亮，一只只在拍起来。啊，是个。真的像11个里的大肠哈，4公我个苏州手通先吃了，还不是一人不比的，原来好看是贴炉的。但是我看看你弄堂看看，随便一只样子，还是拍特只鸡，下头是上煤炉的，是上煤的。那么现在呢，是不用煤的，就是用电炉。电炉那个一个是均匀。烘出来的么子哈，另外一个呢不欧热。哦，本来是个煤嘛，总会得烟火气的。不是烟火气，那煤有里向有雷的，有雷的，这种特别干净的，难免有一点点味道。10多分钟之后，烘好的蟹壳黄正式出炉了。但蟹壳黄看起来漂亮，闻起来喷香，吃的时候却还要格外当心。做啥？搿里向有股气的，今年吃起来呢，先拿来压一压。哦。压那个气出开的。哦，一个拍起来里向一股气。一股气。叫师傅当时硬我上去，搿是拍一拍。所以搿只饼呢，又是酥，又是香，又是菜，还个是肥，还是甜个呢？硬不懂。no。所以说，不管男人三人，来得80岁，先得水里菜，哪怕摆了水里。你3回去吃个，后来是啊，其实哈壳黄呢，配白茶呢，但整个是相对一张。对。哈壳黄相对来讲，因为你比较熟了，那么相对来讲比较干的。对的。那么假使承认上干吃呢，不吃茶呢，过去搿只豆筋是阿里的。名声在线，记者。过去辰光呢，放的侪用人工擦的，现在呢，就配边下子面粉搭这个鱼呢，可以把它煎过去的煎，可以泡。所以上特不杀人力，实际上呢，搿质量更加好。啥个比例呢？就是1斤面粉大概6两担7两荤包下去。鲽鱼当然也可以，但是荤鱼肥，鲽鱼呢有个鱼腥气的。气完鲽鱼呢，直接起神，就是拿面头拿个鱼酥摆了当中，那么拿擀面上擀啊，一人变2人，2人变4人，4人变8人，8人变16人。实际上一人呢，就是做个4门次呢，才成功。相当酥的搿一只面皮，还是一只好渴望的一只皮子。看明白了起层的要领，陆艳华决定亲自来试一试。虽然讲本事不喊么，腔调也像是，语声声也不喊啊。那先生先让我来试试看啊。是哪忙外头是吧？忙一场。哦，那呢，就是讲又是一趟菜。那么等下再翻起来，再来一趟呢？黄的蟹壳黄又名千层饼，是苏州的传统特色小吃。虽然名气很响，但是现在真正在卖售蟹壳黄的店铺却不多。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做蟹壳黄要起一层一层的酥，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很多店家都不愿意揽这个麻烦活。因为你不起个酥呢，对搿只饼呢，就不一人的，那没人来不熟不就饭成为好苦啊。和许多的传统面食相同，蟹壳黄的第一道工序也是和面，但是这面可不是简单一和就行，中间还要放入不少配料。首先放入少许猪油，让蟹壳黄的皮子更加鲜香。接着要放进一些水和食用碱，让蟹壳黄在烤的时候能够发起来。做完皮子，第二道工序叫做起酥。我们吃蟹壳黄的时候都习惯说它很酥很香。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这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收尾鱼手呢，就是拿鱼搭面粉揉了一团，一点点水也不用的，所以叫起手。上高期间谈谈三七，那回看一下嘛，心情开朗。最近街头啊，侬你连续为观众朋友播出与妇女新知部活动的冠军陆以华和苏州美食家何我峰来了，连麦主持的国庆特别节目《苏州三七天天乐》。这个前两天呢，叫儿子饲养着，那么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反映着。成都呢，讲馒头了，3毛一来讲到多少点？那么今朝你我花样，叫着一种苏州特有的饼，那一台来看看看。那前两天呢，荷兰式大米一台一台点心已经吃至4台载，有甜的，有咸的，还有生煎、有汤拌，那么今朝啥么子讲？今朝是吃虾，吃大闸蟹。不是个虾是一个虾字的，叫虾壳王。哦，虾壳王。哎，我本来看啊。哦，那个，3个我像虾壳这个。哎，哦，可以做在是吧？哦，那么我也算完成这一台工序啊。起完层之后，蟹壳黄最复杂也是最累人的工序也就完成了。接下去就是往这皮子里包馅料。这张是海的，至于的，那么对你为菜再葱，叫葱至于的，那么是海的一般是大家才欢喜吃的。那么这张是玫瑰的，玫瑰的呢，过去的话好口味是没的，很酸的。那么现在还是创新，还是符合现在一些各块的西啊。对个，还多只品种。哎，那么过去辰光甜的呢，黑芝麻的没个，谁包点白糖？那为啥包黑芝麻呢？包黑芝麻的香。看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蟹壳黄的馅料也是不断推陈出新。但是不管怎样，蟹壳黄的制作方法却始终保持着最传统的工艺。胡老师，那我看你先把猪油是吧？再把葱，那么烧起发生里头，那个葱啊拌拌了猪油里向面一台拌进去。放吃个，你拌进去个葱要烂脱。这个葱呢，拌盐做盐菜是香新鲜。那么现在猪油包上去，葱包上去，搿猪油里吃拿葱得了，一进去下去对面一勾，而且搿个葱散了猪油面了。葱猪油，侪是气里上香。哦，不是拌了一台。拌了一台，这个里关猪油关猪油一台，葱关葱一台。对，所以说苏州人的点心才是也看究。后来我晓得在，那干孩子呢，麻来头再芝麻在。在芝麻之前，上台为太人么子。哦。你看。太人是黄辣辣的，是蛋粉。哦，擦上蛋粉，蘸上芝麻，这蟹壳黄终于是做好。现在我们把它们放进电烤炉里烤制。谢罗，那好看吃卤子啊。哦，那是那个漂亮。哦，漂亮，一只只在拍起来。是个。真的像。11个里个大闸蟹，我你个苏州传统小吃了，还不是一人不比的，原来好看是铁路的。我来让我来试试看，啊，是那买外的是吧？买一张，哦，一张呢，就是讲又是一趟菜，那么等下再翻起来再来一趟呢，才可以做菜是吧？啊，那么我也算完成这一台工序啊。起完层之后，蟹壳黄最复杂也是最累人的工序也就完成了。接下去就是往这皮子里包馅料。这张是海的，至于的，那么对你为菜再葱，叫葱至于的，那么是海的一般是大家才欢喜吃的。那么这张是玫瑰的，玫瑰的呢，过去的话好口味是没的，很酸的。那么现在还是创新，还是符合现在一些各块的西啊。对个，还多只品种。那么过去辰光甜的呢，黑芝麻的没个，谁包点白糖？那为啥包黑芝麻呢？包黑芝麻的香。看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蟹壳黄的馅料也是不断推陈出新。但是不管怎样，蟹壳黄的制作方法却始终保持着最传统的工艺。
哦，那个，哎三个五香好烤这个。黄的。蟹壳黄又名千层饼，是苏州的传统特色小吃。虽然名气很响，但是现在真正在卖售蟹壳黄的店铺却不多，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做蟹壳黄要起一层一层的酥，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很多店家都不愿意揽这个麻烦活。因为你不起个手呢，对那个搿张饼呢，是有500一人一人的，那每人来不熟不就饭成为好苦啊。和许多的传统面食相同，蟹壳黄的第一道工序也是和面，但是这面可不是简单一和就行，中间还要放入不少配料。首先放入少许猪油，让蟹壳黄的皮子更加鲜香。接着要放进一些水和食用碱，让蟹壳黄在烤的时候能够发起来。做完皮子，第二道工序叫做起酥。我们吃蟹壳黄的时候都习惯说它很酥很香。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这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胡老师，那我看你先把猪油是吧，再把葱，那么烧起发生里头，那个葱是啊拌拌了猪油里向面一大拌进去。不要吃个，你拌进去个葱要烂脱，这个葱呢被盐做盐切，是香新鲜。那么现在猪油包上去，葱包上去。搿猪油里吃拿葱得了，一进去我去对面一勾，而且搿个葱散了猪油面了，葱猪油侪是气里上香。哦，不是拌了一道。拌了一道，不。这个里关猪油关猪油一人，葱关葱一人。对，所以说苏州人的点心才是俺看究。后来我晓得在，那干孩子呢，麻了头再芝麻汁。在芝麻之前，上台还太人么子。哦。你看，太人是黄辣辣的，是蛋粉。哦。擦上蛋粉，蘸上芝麻，这蟹壳黄终于是做好。现在我们把它们放进电烤炉里烤制。上高期间谈三吃，那回购一下嘛，心情开朗。最近街头啊，我们连续为观众朋友播出与妇女新直播活动的冠军6月号到苏州美食家何我峰来了，连麦主持的国庆特别节目苏州三吃天天乐。这个前2天的介绍子四样子，那么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反映着，说你都呢讲毛头了，3毛一来讲到多少点？不今朝你我好样，叫人一种苏州特有的饼，那一台来看看看。那前2天呢，后来是当年一大点心，已经吃至4大菜，有甜的，有咸的，还有生煎，还有汤拌，那么今朝啥么子讲？今朝是吃虾，吃大虾。不是个虾是有个虾字的，叫虾壳黄。哦，虾壳黄。我不能看啊。收尾鱼手呢，就是拿鱼打面粉揉了一团，一点点水也不用的，所以叫起手。过去辰光呢，反正侪用人工擦的，现在呢。就配比下子面粉搭这个鱼呢，可以把它煎盘机里煎，可以爆，所以省特不省人力。实际上呢，搿质量更加好。啥个比例呢？就是1斤面粉大概6两担7两荤包下去。手鱼当然也可以，但是荤鱼肥，手鱼呢有个鱼腥气的。起完手鱼呢，是叫起神，就是拿面头拿个鱼手摆了当中，那么拿擀面上擀。啊，一人比2人，2人比4人，4人比8人，8人比16人。实际上，一人一人呢，就是做个4、5次呢，才成功。相当熟的搿一只面皮，还是一只好渴望的一只皮子。看明白了起层的要领，陆艳华决定亲自来试一试。虽然讲本事不好嘛，腔调也像，鱼生鲜也不好啊。啊，那先生。